来看台中市有一位姓陈的警员违法伫咧资料系统乌白写理由敲催收集民众的个资，去互检警移送法办。即摆一审是依照规则文书罪，改判2档有期徒刑，搁爱罚30万。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队一个姓陈的警员，假讲是公务，利用警职小号密码登入警政署警政知识联网，查询133笔民众的个资，互警政署移送法办。台中地方法院一审依照规则文书罪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应该向公库支付30万。应该是不行吧？公器私用，应该是要有警察也要有关卡，然后关卡过了的话才可以这样子查这么多笔。有些警察会特别刁钻一些。就在某些不必要的地方特别刁钻，该抓的地方没有抓，就是会让人觉得警察不太尽忠职守。检警调查，姓陈的警员利用公务电脑 M-Police 电脑连接进入警政车籍资讯系统，线顶互疫情资料查询系统，加线顶整合查询个人基本资料，再个输入无实在查询理由，违法收集个资。前交通分队陈姓警员在111年期间有非因公查询多笔民众个资，涉嫌伪造文书及违反个资法。本分局自检自清，发现后依照业务系统呈报警政署，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来侦办。检警表示，姓陈的警员明记知影，毋是公务，袂使查询民众的车籍、个人和疫情也甲刑案这资料，按过也是违法查询。代志发生了后，已经调离开本来任职的第5交通分队。台中警方表示，后续要搁追究相关人员可干无周到的责任，维护警纪。记者综合报道。